为什么哥哥的名字你不知道呀？因为哥哥没给我说他的汉族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可是他维语名字我知道。可是他维语名字有点奇怪。奇怪啊！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如果我汉字说的话，我也不会说。不会说，那你用维语说一下吧。那你们骂我的话怎么办？我就吃棍子吗？哎，怎么能吃棍子？老师是问你的，怎么能吃棍子呀？老师现在是要求让你说，老师不会骂你的，因为你看幼儿园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不能说维语，对不对呀？啊，现在老师让你说的时候，那老师是不会说你的。那你说一下，我给你们说的话有点我丢脸。该丢脸嘛？那你的名字是汉语名字还是维语名字呀？维语名字和汉语名字呀。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维语名字是不是叫闪迪的？是不是？对，我维语名字，赛比人。在比人嘛。那汉字名字呢？我汉族名字是赛比肉。赛比热啊。抖音。